规工人咧食，食饱就来困。义务对伊讲，眠拢真大张，厝内无够大，家己爱起厝。三只肥卒卒，巴肚圆滚滚，行路喊脚床，起厝山爬流。大地上爱困起一间稻草厝，日地上爱睡起一间板仔厝，沙地上掉地起一间红砖厝。风开子咧吹，草厝过乡天；风开子咧吹，茶板山过地；风开子咧吹，村厝定在地。所以大家不要踩到它的脚。然后它的背纹是那个天荡加这类口袋塞的民事的田董。然后它对台湾的意义就是它创办了发爬台独联盟。然后它最重要就是推动台湾的全民公投，因为咱起码大家全民公投，咱认为大家要稀松平常。可是过去没有他们的努力，大家不会觉得著名自觉就懂了。然后他为了这里宣传全民公投，他创办了民视。很多民视跟今天也很会过来采访这样子。就咱做纪念碑，就是要做台湾的脸书导游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也不要做什么新的宗教之类，咱就是对他们的尊称。然后所以咱讲台湾新信仰，咱为2004年开始推广，一刚开始在街头，有点像剪那个海报让大家摆安呢。然后到2008年开始，我们开始有圣山，然后就开始办这个活动，让大家来追思，打追思的内容，看那些网站管店继续做教育推广。